开一摆有法度所以咱即摆会当讲是做义务的啦，嘛做义务的啦，会当每一个月来这作业的性能来发挥，这拢是咱对世，咱毋通看见咱家己，这拢是咱对世所收来的福报。其实你若无福报，叫你来遮坐2点钟，你坐会了诶？可能坐袂了。系啊，所以咱就是坐惯势啊，坐惯势甲坐会了。如果咧，若坐无惯势，有当时啊，当初来倒车，伊会感觉哦，坐车咧，有当时啊会感觉坐袂使了。这拢是慢慢去培育的。慢慢去累积的，无因为讲你身体做好啦咱来听，感觉袂歹，因为咱去到这个重要的性能，互咱入来，感觉咱的心清净、光明、足爽快，会感觉你会足爱来。所以咧，今仔日互我咧就是要来报告咱我开始今仔日咧，我因这太子爷的子，就是咱三太子。咱三太子的人嘛是咱政府外分的土地对啦。伊拢足客气，称为是咱的师兄。咱咧拢是太子爷的师弟。所以咧，伊若有来批文要甲咱慈悲，要甲咱鼓励。所以这条的名叫修道的人生。其实呢，修道的人生就是讲，互咱知讲，咱人生过程当中，啥物是上爱价值的？是爱修道。人生过程当中，啥物是上有意义的？嘛是爱修道。所以你人生当中，你若要活了有价值，要生活了有意义，你嘛爱修道。所以修道呢，会当来讲是讲，咱人生过程当中上解重要的。咱要安怎离苦得乐？咱要安怎百岁年头会当甲你西方叫做世界？无第二条路，嘛是爱修道。如果若无修道，讲你百岁年头，叫西方来甲你念的，你就会使去西方，哪有遐简单？哪有遐简单就对啦西方永远拢是好家人的大。为咱讲，有当时咱做法师，请来师傅开真济钱，咱无法度开遐济钱所以呢，西方毋是好家人的大，是有咧行修道这条路的人。无修道有当时讲，修道过程当中，咱爱经过考验，经过磨练，经过测试，经过训练，你较会当，你的心呢，较会当提升呢。若无咱才去看人共款，所以呢，伊即条的条件断线断真线。所以有时间可能咱就来听，看内底伊咧甲咱注意啥？看世间人群烦情，为着生活奔波走世间，辛苦追求名利甲名声，认真劝你修道，你讲哪有用？讲无时间是无影，实在是你对道理无认清。身躯若袂疼，你才会知影。人生短短几十冬，哪会当糊涂过一生？即句咱太祖爷咧，咱注意，即个文章咱看足容易，就去了解啊。但是了解无代表讲咱就去做会到。为
为着咱的家庭，为着咱的事业咧拍拼嘛，这是咱一般人拢有即款的情形嘛。啊，家庭要美满无拍拼才会使，事业要成功无拍拼才会使。但是呢，咱爱拍拼嘛，人咧讲咱时常听咱的前辈者咧讲，只是爱顾腹肚嘛，就是爱拍拼顾腹肚嘛，啊，毋是咧爱顾佛祖嘛。哦，啊，你要顾佛祖，你若无去做的时阵呢，你莫做，你安怎做佛祖？就亲像咱教书个人讲，求道你若毋知影三宝，哦，你若毋知影三宝，你毋知影回天的路啊。哦，所以为着生活奔波走世间，辛苦追求名利甲名声。哦，你伫即个世间所追求的，无非就是名利甲名声嘛。但是这伊嘛甲咱讲，百岁年老，咱怎会倒得去？世间钱、世间用，世间若无大咧，所以无机会人用嘛。哦，你存足济财产，有啲的叫做财产嘛，你若无啲的叫做遗产嘛。足简单的道理，但是呢，咱要安怎去跳会出来？这个看个人的修持甲修定。你要安怎看会破，看会开？你要安怎好袂下？就是伫即个修行过程当中，你爱慢慢去家己有体悟。你若无家己去体悟别人讲的，别人讲的拢是别人的。除非你家己有去体悟，家己有去做，你较有体会呢。无咱看去拢一下啊，你有感受，但是过无偌年啊，你就袂记一件。所以呢，伊甲咱讲，叫你认真修道，你讲哪有用？讲无时间是无影啦。因为时间呢是咱家己做主去安排来的，哦，家己做主去安排的呢，毋是讲你无时间呢，你若想过去的圣人身份，因一工嘛是24点钟，啊，为什么咱会成佛菩萨？因就是会晓去安排时间。啊，你若袂晓去安排时间呢？今仔日有体会班，你讲无时间呢？阮昨天年代爸要转来呢？我今仔日安排要倒来佚佗呢？你若讲无时间，但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伊就晓安排时间。伊会甲因昨天交代讲，你若要转来会使，参我来文堂听道理上好啦。哦，这就是有智慧的爸爸妈妈伊的看法，伊的想法呢。若无你嘛会使安排讲，我即礼拜要来文堂呢，你后礼拜咱转来敢袂使？时间是靠咱去安排的。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伊就是要安怎去控制伊的时间，要安怎去安排伊的时间。咱毋通去互时间甲咱绑的。若无的时阵，白白24点钟，有的人会当，有的人会当。有影讲，伊无有迄个智慧来去思考。哦，但是你也看哦，当你身体若破病时阵来啊啦，你讲你无时间吗？你无时间嘛爱超到有时间讲要去看医生，无你的身体咧病痛，你就无法度啊。对不对？所以身躯若讲无时间，若讲你身体若无爽快的时间呢，无时间若爱去就对啦。但是咱来活动，咱来当作讲无要无紧，即班无来电无嘛，咱去后补过咧。咱就
就是有即款观念，无智慧人去判断讲，今仔日102.9月份的体会班，你即班人伫无顶吼，后盖无时间，无机会啊。因为即班过就无迄个102.9月份即个班的等伊啊啦。哦，所以呢，时间呢是来靠咱去安排。身躯若袂疼，你才会知影。哦，所以呢，人生短短几十年呢，唔通糊涂过一生啦。哦，所以呢，真歹呢，人生几十年，咱唔通讲咱个时间咱足长呢，因为我昨听着咱信义有一个先生，还袂40岁哦，还袂40岁伊个大条的细条的那种病去，咱啉两礼拜讲，中风两岁去尔，即几日咱听讲去着讲死。还袂40岁哦，所以有当时咱会去感受着讲，我定是变怎，我嘛毋知影。我无好好去把握即个时间，咱无好好去把握即个时间，其实无常，咱咧讲人生无常，人生无常就是讲，你下一秒钟你毋知影你家己会变安怎。你毋知影要变安怎的时阵，你阁无好好去把握，你阁为着你的事业咧打拼，你为着你的名声咧打拼，结果后摆这拢袂当解决你的问题。咱浪费遐济时间，糊涂过一世人，足无彩。讲人生舞台亲像梦，闪闪烁烁，红青叶顶，樱花雨贵美丽的古景，有人追求到底嘛是空，照着夜景比人生，实在是故意讲互你听。你若知影人体会，你才会知影，修得创造幸福的人生，赶紧来开创好前程。人生就是一个舞台嘛亲像一场梦。你要做好，你伫台顶做皇帝，伫台骹落就毋是皇帝安尼。你伫台顶演啥物角色，落来楼骹就毋是啥物角色安尼。所以樱花富贵，遮尔美丽的古景，咱拢要追求着樱花富贵，但是樱花富贵，互咱追求着啊，咱阁会当享受偌久？咱阁会当享受偌久？所以有人追求到底嘛是就是讲，咱一世人所追求的荣华富贵啦、名利啦，到尾仔呢嘛是亲像梦一场空而已啦。所以讲种个夜景足水，但是日头若出来，黑暗若无去，夜景就无去啊。就亲像咱咧落水你感觉看足水，但是日头若出来，即个落水呢就无去啊。所以咱人生过程当中，千万就毋通想即个落水，是毋通想即个黄昏。大家讲迄个夕阳无限好嘛，只是近黄昏嘛。所以咱要安怎，互咱的人生过程当中呢，会当用充实，用光辉，你无非就是爱接个寿命学科。若无寿命学科，你家己无体会，其实人生过程当中，有当时感觉一日过一日，一月过一月，一年过一年。咱所得到是啥物？你生命上有提升偌济？所以在修行的学过程当中，其实呢，我感觉
咱来咧听是做好，但是爱袂晓去做。咱讲知行合嘛，你知，咱讲知爱压水嘛，这个压水你就是爱有行动去做。今仔日我的脾气无变无好，我爱会晓改啊。就是像咱我早头跟老师讲，看别人行一段啊，你不如你行一寸嘛。你这个行一寸，就代表你有咧改进嘛。今仔日我做爱人骂，做爱人吵，也是我做爱讲三字经。但是我来听道理以后，我这三字经怎啊写起来？我袂讲错，我讲话嘛就是较细声，袂像以前讲叫话就大声飞咧。这就是有咧改进嘛。这就是有咧改进嘛。你如果咱若来听道理，听了诶，佫会讲骂，佫会讲错，讲话佫遐大声，有当时佫讲话佫无好听话，这就是代表咱听道理无吸收入来，无去改变着咱家己诶言行啦、意志啦、行动啦。咱讲伊咧原地踏步，表示咱无改变嘛。你家己无改变，你讲修道会当改变命运？咱讲感觉迄个家己命运无好，要去互宿命，甲咱宿命嘛。其实你的行为、你的思想若无改变，你的命运搁去找较高的宿命先生呢，嘛袂改变嘛。你家己若有改变，你的命运唔大会改变。你若看一个家庭就对啦。我若拢吵闹闹，这个家庭的命运敢会好？我相信后面袂好啦。另外讲家和万事兴嘛，家若不和咧万事兴嘛。一个家庭都遐拢吵闹啊，伊的环境袂改变，伊的家庭要才会改变，伊的命运要才会改变。所以呢，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，咱一定爱改变。改变呢，是要互咱更进一步的提升啊！要互咱开创更较好的前程。求着大道真觉醒，认清理路修道的光明，真心付出度化众生。兄弟姊妹，相少来修道，上天慈悲，感怀在心。相信你嘛会当认真做，10分的信心，真诚甲真意，为度众生向前行，上天会相助咱成功。咱今仔日求着了道，咱知影讲在这个人生关怀过程当中，咱知影讲啥物是真的，啥物是假的。认清这个理路，咱在修道的过程当中呢，咱较有目标，咱较有目标呢，咱较有要达到迄个目标去努力打拼呢。真心付出度化众生，所以为什么讲咱爱去度化别人姊妹？因为咱要教道这么好，这么殊胜，好互大家知影嘛。希望咱的兄弟姊妹呢，每一个人呢，拢会当离苦得乐，每一个人呢，拢会当去西方叫世界嘛。因为正大的公开呢，靠这个因缘，靠这个事情啊，无你也看像咱这个月7月嘛，7月咱拢知影，7月有3界普渡，月头普渡，月中普渡，月尾都普渡嘛。为什么讲咱迄个暗
到菜一项无明灯。7月为什么要点灯？刚刚有意思这个问题，这互我家己想的啦，毋知敢知影啦，毋知敢对啦，这互我家己想的啦吼，这是互我的体会啦。因为你7月咧普渡，你若无点这拍光明灯，你毋知影路要怎行。咱这拍光明灯，咱一般世俗咧讲的啦，讲要互好兄弟啊，有路人看嘛，有光明嘛，伊较有路有看着路嘛。其实这拍光明灯，你若甲换起来咱家己就对啦。这拍灯你若你这三者大开普渡，你嘛无得到名师甲咱甲咱点开咱家己的心灯啦。你的人生是黑暗的，你的人生是黑暗的呢。这拍灯拄啊7月才有咧点尔，普渡时啊无人咧点。我原来讲，因为7月就是三者大开普渡嘛。这个时间若过，你讲要点，大家会手里洗咧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光明灯毋是黑白点的，拄啊好7月呢才有咧点尔嘛。其实咱若讲反自照，大家讲天天上人作用，咱来甲一寡物件来摕起来，咱的身躯来去感受啊。所以呢，7月才点光明灯，咱大家拢有点着光明灯啊嘛。佫有淡薄仔，而且教授甲咱讲三宝嘛，天官口官合同嘛。咱每一个人拢有得到三宝啊嘛。咱三宝就是要互咱回天的一个印证嘛。若无的话，一般讲我成日比如讲。求着到上界殊胜的所在，就是讲咱人若百岁年老，这个身躯呢是软的嘛，身软如绵嘛。这由咱的前辈者拢印证啊，代表讲咱今仔去求着的道是道真、理真、天命真的嘛。无一个宗教呢，会当甲咱保证讲，你今仔日来信我这个教，百岁年老呢以后，你等于的身躯是身软如绵。无对一个宗教敢甲咱保证，只有咱一贯道敢甲咱保证。只要你来求着道，道真、理真、天命真，百岁年老呢，咱的身躯呢一定身软如绵。今日咱就用时间观念呢，咱就来笑一笑。